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日常不尋常，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。今日我哋要講述一個發生喺美國田納西州小鎮嘅悲劇事件，15個月大嘅伊芙琳失蹤案。呢單案件唔單止牽動人心，背後嘅真相猶如噩夢一樣，令人震驚。事件圍繞年輕嘅媽咪梅根·博斯韋爾同佢嘅女伊芙琳嘅命運展開。多謝大家睇我哋嘅節目。如果你係第一次睇我哋係以不同嘅角度去分析，究竟日常發生嘅事係尋唔尋常。歡迎你同我哋一齊做一個社會實驗。記得訂閱我哋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下次就可以通知你最新嘅節目。事件發生喺田納西州嘅布蘭特維爾，一個只有3000人嘅鄉村小鎮。表面上呢一度係風景優美，鄰居嘅關係都非常之好嘅，生活呢又好似平靜安穩咁樣。然而呢，博斯韋爾家族嘅大宅入邊，好似隱藏住不少嘅暗湧。梅根·博斯韋爾喺2001年嘅2月出世，喺家族4000平方米嘅莊園長大。莊園入邊有2間屋。一間呢住入佢嘅祖父母，另一間呢係佢同埋佢嘅父母居住。但係梅根嘅童年呢並不快樂，佢爸爸湯米同佢媽媽安吉拉長期受毒品問題困擾，經常呢被警方拘捕。屋企嘅環境一片混亂。梅根細個嘅時候由祖父母照顧，到咗17歲嘅時候，因為爸爸冇辦法穩定咁送佢返學，兒童保護部門呢就介入，將佢呢送咗去一個寄養家庭度居住。梅根仲同佢嘅同學醫生佩利拍拖，並喺2018年嘅11月21號呢誕下咗女兒伊芙琳。醫生呢喺畢業之後呢就從軍，留下咗梅根獨自撫養呢個女兒。2019年嘅2月，18歲嘅梅根帶住伊芙琳俾佢嘅爸爸湯米呢接翻去莊園，但因為呢同繼母不和，湯米呢喺2英里以內呢安排咗另一個居所呢俾佢哋嘅兩母女呢去居住嘅。嗰段時候呢，梅根呢好似要全心做一個好媽咪，經常喺 Instagram 同埋喺 Facebook 分享伊芙琳嘅照片啦。湯米呢亦會周不時去探望孫女，並會呢俾一啲嘅經濟支持。到咗2019年，一場暴風悄悄醞釀，事情呢好似有啲係唔尋常。2019年嘅11月，梅根呢喺一間當地嘅小餐廳做咗一份嘅工作。餐廳嘅老闆亨特伍特呢係佢哥哥嘅朋友，兩個人呢一見如故。唔夠2個星期呢，佢哋兩個呢就開始拍拖。好快呢，梅根呢亦搬入咗亨特呢位於高檔住宅區嘅屋企入邊。由嗰陣時開始呢，梅根呢就開始好少接觸佢嘅屋企人。湯米呢最後一次見到孫女伊芙琳呢，都係2019年11月底感恩節嗰陣時一個嘅家庭聚會。湯米呢開始感到係有少少不安。每一次詢問梅根伊芙琳嘅近況啦，佢每一次咧都係敷衍過去。有陣時會答咧伊芙琳咧俾前男友醫生帶走咗，有時咧又話會自己處理。到咗2020年嘅2月，湯米咧終於忍無可忍啦，佢向梅根警告，如果2月17號咧再見唔到伊芙琳嘅話咧，就會報警噶啦。到咗2月18號，湯米咧再次聯絡兒童保護服務部門啦，表示自己咧喺感恩節過咗之後咧就未見過個孫女，懷疑咧入邊有少少唔妥。當日嘅下午，探員咧米歇爾揾梅根問話，梅根咧就話11月咧曾經帶過伊芙琳咧探望醫生，喺聖誕節之後咧就將女兒咧交俾醫生咧嘅祖父母，仲話醫生咧因為睇到亨特咧所以發脾氣，要求咧佢步行30分鐘去到佢嘅祖父母屋企，逗留咗23分鐘之後咧就離開咗啦。但探員咧聽到呢啲嘅口供之後咧，就覺得佢嘅說法咧係錯漏百出。一個同佢爸爸從未有聯繫嘅女咧，點解會被佢帶走呢？呢啲嘅口供係咪喺度掩飾緊啲乜嘢呢？梅根所講嘅故事越嚟越離奇，仿佛係一個解唔開嘅迷霧。佢同探員講啦，話手機已經損壞，根本冇辦法聯絡醫生。喺離開咗警局之後，佢又接受咗電視台嘅訪問。前一刻咧，仲係非常之傷心，話個女咧俾人綁架咗。但係下一刻咧，佢又笑容滿面，聲稱咧知道邊一個咧帶走咗伊芙琳，但係拒絕透露姓名。
佢又話唔報警係因為驚兇手咧帶咗個女離開。誇張嘅表現，就連電視機前面嘅觀眾咧，亦都睇到佢破綻百出。喺2月19號咧，田納西州嘅調查局開始介入，發出咗伊芙琳嘅安全警告，全城咧搜索開始展開。公眾焦點咧轉向梅根嘅新男友亨特。亨特堅稱咧從未見過伊芙琳，同梅根咧只係一個短暫嘅交往。因為網上嘅惡評太過多，佢甚至咧要關閉咗餐廳嘅 Facebook 專頁。警方咧同時調查醫生，確認咧佢一路咧喺路易斯安那州嘅軍營。喺2月21號啦，警長傑夫卡西迪咧召開咗記者會，指梅根嘅說法同監控嘅畫面同埋證人嘅證供咧根本不符。有人話最後一次見到伊芙琳咧喺12月10號。並唔係梅根所講嘅12月26號。警察咧發現其中一個嘅線索咧提到一架嘅銀色寶馬，調查發現咧車主咧就係亨特嘅媽咪，而車輛咧被梅根嘅媽咪安吉拉咧偷走咗。雖然咧安吉拉咧同失蹤案咧冇直接嘅關係，但呢一條嘅線索好似拼圖咁，加深咗對梅根嘅懷疑。到咗2月24號，梅根再次改變講法，佢話媽咪安吉拉咧帶走咗伊芙琳去到維吉尼亞州嘅營地，但係警方咧連夜調查咗3個營地咧，亦都係一無所獲。到咗2月25號，梅根咧聲稱自己咧接受咗測謊測試，但係咧沙利文縣警局咧根本就冇測謊嘅儀器，佢嘅大話層出不窮，令人懷疑到底佢想隱藏啲乜嘢呢？梅根嘅大話喺2月25號晚崩潰，警方咧以虛假報案罪咧將佢拘捕。喺審訊室入邊，佢講出一個令人心寒嘅故事。喺某一晚，伊芙琳瞓喺佢同亨特之間，唔知點解伊芙琳俾人砸死咗。喺第二日發現女兒咧已經係再冇氣息啦。2月28號，警方帶住搜救犬咧去搜查莊園，但係未有發現。喺3月6號，湯米咧突然間致電警方，要求咧再次調查莊園入邊一間梅根咧經常流連嘅倉庫，因為佢記得梅根咧最近喺入邊好似整理過一啲嘢咁樣。當晚探員布萊恩咧推開咗倉庫嘅門口，發現一個白色嘅垃圾桶異常乾淨，上面咧堆住幾個嘅垃圾袋。打開咗呢個白色嘅垃圾桶，揭開咗面層嘅垃圾之後，就發現入邊有一具腐爛到難以辨認嘅屍體。經過法醫嘅鑑定之後，確認就係失蹤接近3個月嘅伊芙琳，而佢身上仍然着住梅根曾經提及過嘅紫色企鵝連體服。喺2020年嘅8月，梅根被控1級謀殺等19項重罪，但係佢否認所有嘅指控。審判咧原定喺2023年嘅2月舉行，但因為咧辯護嘅律師同佢意見不合而辭職，延期多次。最後咧由資深嘅律師吉恩斯科特接手，準備迎接一場激烈嘅對決。2025年嘅2月5號，法庭入邊嘅氣氛緊張到極。檢察官安柏馬森吉爾咧將梅根描述為滿口謊言嘅兇手，指佢咧為咗同亨特享受奢華嘅生活，不惜咧殺害自己親生嘅女兒。檢方咧同時更加揭露驚人嘅真相，伊森咧根本就唔係伊芙琳嘅親生父親。梅森咧甚至佢嘅屋企人同埋朋友，話伊森咧曾經同佢上庭爭奪呢個監護權。檢察官更加強調，當伊芙琳嘅遺體咧掟咗入去垃圾袋入邊腐爛嘅同時，梅根咧就同亨特出入緊高檔嘅餐廳同埋酒店去享受佢嘅生活，根本就毫無悔意。但係負責辯護嘅律師就反駁，指檢方嘅指控咧係存在合理嘅懷疑，冇辦法證明伊芙琳嘅死因，認為可能係一場意外。佢承認梅根咧未有報案係有啲唔啱，但係稱為18歲嘅梅根咧，因為童年咧見慣母親被捕，對警方咧心存恐懼，所以咧未有講出真相。辯方咧更加稱警方咧未有徹底調查亨特，並指咧湯米突然要求搜索呢個倉庫咧係過於巧合嘅。
審訊期間啦，檢方傳召咗30多名嘅證人，探員布萊恩啦描述發現遺體嘅經過，法庭播放倉庫入邊嘅相片，陪審團好多人咧都睇到落淚。梅根咧試圖落淚，但係表情咧顯得係非常之生硬。法醫專家表示，伊芙琳喺呢個年紀喺瞓覺窒息死亡嘅機會係非常之低。證人更加透露，梅根嗰陣時獨自居住嘅時候，屋企環境惡劣，尿片垃圾滿地都係，完全係唔適合一個 BB 居住嘅。證據方面，警方喺垃圾桶發現梅根嘅指紋同埋 DNA， 以及伊芙琳同埋其他人嘅痕跡，但係亨特呢拒絕提供 DNA 樣本。喺2025年嘅2月13號，陪審團呢經過4個半小時嘅商議，判定呢梅根呢1級謀殺等多項嘅罪名成立，佢被呢判處無期嘅徒刑。51年後呢先至可以申請假釋，正式量刑嘅聽證會呢會定於2025年嘅5月22號舉行。呢宗案件呢好似一場噩夢一樣，令人心寒。梅根嘅冷血同埋無數嘅謊言，同埋亨特嘅曖昧角色，你哋又有咩睇法呢？可以喺留言區留言你嘅睇法。2021年，田納西州咧通過咗伊芙琳法，規定兒童咧失蹤咗24小時之後咧未報案咧已經係屬違法噶啦。所以咧以上嘅事件提醒我哋，保護兒童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多謝大家收睇今集嘅日常不尋常。如果中意今集，記得俾個 like 訂閱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呢個話題，可以留言話俾我哋聽。如果中意，可以分享出去，同我哋一齊做一個社會實驗。多謝大家收睇今集嘅節目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